3月8号妇女节，台南市议会国民党团上午特别召开记者会，推荐资深的女记者姚振宇来参选台南市北区甲中西区的议员选举。党团希望党中央应该重视女性参政的潮流，和优秀的女力伫个民调的初选会用的来胜出。加欢迎哦，登起来从事大众媒体报道，很有监督力量，很有 power。姚振宇小姐今天趁妇女节来宣布要参选台南市议会的议员了哈。欢庆为国民党党团的先完，我们抱持很高兴、很喜悦的心情。因为后姚振宇，我想不是讲一份战力，伊战力我想用经过伊的专业来提供我各位议员参考，我想监督的力量会当愈来愈有力。长期间，姚姐的政治色彩，她只是想要去针对市府的一些不对的一些做法，做出她自己的一个看法。所以说，相信说长期间来，我们大家看到她的能力，看到她真的想要为人民做的一些事情，所以真的很开心。然后姚姐愿意加入我们这个大家庭，那我们也相信说，只要加入我们国民党，就是我们的家人之一哈，我们一定会全力来相挺。参选人姚振宇表示，台南市议会一直欠缺媒体出身来担任议员。伊表示，对媒体记者转换身份，唯一无改变的就是监督的角色，总比甲大人物来合照，或者是某某人的子弟兵。如果当选以后，如何来监督？因此，将以职业的特性来提供选民一个新的选择。这一次之所以想要出来，是因为我觉得提供我们选民一个不同的选择，不是说这个不同是比较好，就是跟过去是不太一样的。我们台南没有媒体界出身的民意代表，我觉得这是有一点可惜。那我自己从事记者，其实这个是不违背的，因为是记者就是本来就是监督政府。监督公共事务，所以我觉得我可以把这个事情做好，所以我在这个年纪，然后很勇敢的做这件事情，然后我也受到很大的鼓励，因为我觉得，目前政治环境是一党独大，对于我们的一个国家啊、市政啊、政府啊，其实都会有一些失去制衡力量的感觉了哈。所以我觉得作为一个在野的监督的政党，我觉得。非常符合我的职业的特性，所以我认为我可以帮大家做一些更好的监督。姚振宇坦承，因为国民党目前伫个市长的协调、甲议员的初选规定，拢还未有时间表，嘛无办法。而且台南市13个选区，竟然有9个选区，国民党拢无女性的议员，因此建议伫个妇女保障名额的选区，应该加提名女性来参选。台南新闻引根采访报道。